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13章1到3节、25到27、31到33节、14章1到2节、6到10、20到24节。和本圣经在17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13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第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第31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第33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第6节，窥探那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灰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第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无畏的信心第2讲，巨人的信心，巨人的信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中间有下大雨，有大晴天，不管是下雨晴天，都是神你的赏赐，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是全世界在纪念母亲的母亲节，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透过母亲生我们、养育我们，
你的恩典、你的爱就透过母亲显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神，你这样子的赏赐，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一个母亲都有平安、喜乐跟健康，跟他们同在。今天我们也要继续我们的灵命操练无畏的信心的第2讲。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这样子的重要。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信被称为义。但我们的信心足够吗？我们希望能从圣经中间那些有巨人的信心来学习如何能拥有巨人的信心。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每个人这胸前都有一朵花，这个花是白的或是红的。红的代表母亲仍然在，白的代表我们母亲已经回到主的面前去了。不管是白的还是红的，我们都献上感恩，因为我们都是有母亲生我们、养育我们。神借着这样的制度，让他的爱能够透过母亲，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所以我们彼此来讲说，祝母亲节快乐，母亲们要特别的快乐。好，我相信这节日呢是一个非常喜乐的节日，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特别为了母亲节，我们只是用主日学的学生们他们来服侍，所以今天大部分的这个服侍呢都是由主日学的学生，例如说我们的诗礼，等一下我们的献唱，还有等一下的奉献等等招待，这些都是由我们主日学的学生。那下一场的话呢，就是他们的是幼年级、国小级的他们来服侍就是透过这些他们的学生呢来服侍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一方面让母亲能够女性们能够感受到，而且学生他们有这个机会。特别像我们今天中午的爱餐呢，也都是男士们来煮没有要母亲们他们来煮，也是代表部分的心意而已。我们盼望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大家都有很好的跟母亲之间的相聚。以前我们还特别说母亲节大家都应该去跟母亲一起请母亲吃饭所以我们也曾经停过，说中餐不供应让大家去跟母亲吃，结果大家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母亲节餐厅都被订走了所以其实也造成一些这个麻烦，所以后面还是维持就是大家一起相聚在一起要吃的话晚上还可以吃我们有很多时间呢，不是只有今天平常就应该好好的跟母亲之间有很好的这个来往那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无畏的信心里面的第2讲。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都希望有爱，但是爱我们都没有办法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要再把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我们再来大家一起来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就是爱，特别是耶稣所传递的这么多的诫命，哪一条诫命最重要？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爱，你要爱神，要爱人。那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爱，能够呈现人，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爱，或是说有永恒的一直持续不断的爱呢？原来这爱是让你去应付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灵。你要先针对我们的身体的部分呢，我们有清洁的心要来学习，要如何去对付一些事情。无愧的良心呢，神所创造我们的那起初的良心呢，每个人都说他凭良心，那为什么都不一样呢？因为已经受到污染了。所以如何能够恢复到那个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的心的部分。最后我们是跟神之间呢是灵的部分，我们也要有信心，才有办法活出那个爱出来。原来一个全人的部分全部要去面对，不是我自己有坚强的意志，我要有信心就有信心，没有办法；我要有爱就有爱，没有办法的。乃是身心灵都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那样的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把爱生出来。所以我们盼望就是在4年中间，到今年是学习到无畏的信心，然后明年呢，我们就盼望有纯洁的爱心、纯全的爱心。每年有1个月的这个心思的重建呢，让我们能够成为心灵健康、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
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对付的是这4样东西：不信、情义、修己、论断。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或多或少都有的。神要帮助我们，神对不信呢，是用他的真理，用爱跟真理来让我们能够相信。情义的部分呢，他让我们接受我们的悔改，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修己部分呢，他就接纳的。我们有恐惧，我们有羞愧的，神要接纳我们。然后论断呢，要我们去饶恕，就像他饶恕我们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付我们在身体上面所欠缺的，我们要拥有清洁的心思。在去年呢，我们讲到无愧的良心的部分呢，我们也针对4个，是对付我们的软弱的良知，让我们有真正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有自责的感觉，或是因为你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圣经中间可以明白的去了解。而且我们要有像那个税吏一样，他祷告都是说：求主你怜悯我这有罪的人，而不像那法利赛人说：我1个礼拜禁食几次，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在夸耀自己。不，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有敏锐的心，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清洁的良心是要我们回到每一个人的命定。就像施洗约翰，他生下来就知道他是在为主开道路的，所以他就在旷野里面去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讲起来好像很玄的样子。牧师有跟他稍作解释，我不知道这解释我们能不能同意，但是这是一种你可以另外一种说法，让我们更明白。原来有人的命定呢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远大的。就像我们刚刚讲施洗约翰，他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就让他知道，因为他怀孕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他要这么做，所以他长大，他知道之后，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生活。他希望不受到当时候社会的污染，他希望保有清洁的心。他就在旷野里面，他是吃蚱蜢，然后喝这个野蜜，然后穿的是骆驼皮的这个衣服一样。他不愿意跟这个受到社会的污染，所以他从早他就开始知道自己的大使命是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有像这样，但也有像后来才渐渐知道的，例如像摩西，他总共80岁的时候才被神来宣召他能够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前面80年是不是浪费掉呢？没有，你要认真思考就知道，是神透过这样的安排，让摩西最后才能够带领100万人以上的人在旷野活了40年。因为他前面的40年是在皇宫里面当王子，已经受到很好的教导，因为他准备要接王位，所以他能够有领导的这知识在，他知道怎样去能够带领这些人，但是他完全靠自己的，觉得自己就可以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自己去出手去打死的埃及人，他不得不要逃亡。在加基的40年在旷野度过，这40年在做什么？他只是在牧养牛群跟羊群而已。神要将他的傲气，将他整个磨练到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圣经中间讲到摩西的是讲一句话，他的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经过40年的磨练之后，他如何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才能够从神里面去领受到神给他的话语。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怎么讲都是讲摩西的律法，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跟摩西是面对面的讲话，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有荣耀在。为何？因为他是谦卑谦和，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他。经过40年的磨练，40年里面的学习到的能力，40年的心智得到改变，被造就之后，经过80年，神就重用了他。他整个非常伟大的命定是在那时候才显现出来。还有很多故事我们都可以提到，但是你我呢？我们有人可能觉得我们不一定是知道怎样，那也有人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做了居高位的人，那也是神给他的命定。不管是如何，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角色。就像牧师，现在我在讲道，我是牧师，回到家里，我面对师母，我就是他的先生；面对我的孩子呢，我就是他的爸爸；面对我的孙子呢，我就是阿公了。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公司还在开，
公司里面又是总经理，然后到学校里面又是学生。面对我们那个老师呢，郑阳老师是我的堂弟，我也是学生。下课后我变成他的堂哥。然后呢，在那时候在圣经学院里面当总务长啊，到总后面去又是总务长。我们公司里面的小姐问我说郑总啊，你不会觉得你搞不清楚你的状况吗？一下子一天中间要变这么多角色。我说不会啊，当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的角色之后，你就知道那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原来我们的命令是神在不同的角色中间，你有没有行出容神益人，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好的话，这就是你的命定。有可能你觉得我非常的渺小，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但是你家庭主妇非常重要啊！你是家里面，你是你的先生的太太，你又是这个你孩子的妈妈，你在邻舍里面呢，一定也有来往。你是代表基督徒，你是代表有发出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在。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角色在不同的时间、同天里面都在扮演。你如何将你的角色能够扮演的容神益人，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对人有所益处，那就是你的命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活出来呢？最后就是整个活出来，我们就可以活出无愧的良心。你可以面对神，你哪天要回到神的面前，神要你交账，你的作业做的是如何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说，在天上有一本生命册在记载的，当我们受洗之后，就记载在生命册上。你已经是能够拥有永生，但是呢，继续写着讲，下面继续记载着你后来的所作所为。那上面就要看你能够去交账吗？能够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就像撒该一样，该撒一样，撒该，台湾话我比较记得，撒该哈，像背景秋哈。他原来去看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带什么盼望啊。人家都去看，我也去看吧。我太矮了，照不见，爬到树上总可以看见吧？没想到耶稣在他面前停下来，撒该，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家。撒该有这么一句话，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了。他将他的一半财产拿出来，将他讹诈人的还他4倍。本来出去没有带有任何盼望的。不是代表什么，只是看看热闹而已。没有想到救恩就临到他的身上。他以前大概所以良心非常的不安，现在不再良心不安了，你拥有了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在去年所学到的。今年里面呢，我们要学无畏的信心，但是灵的部分，我们如何能够得永生的盼望呢？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因为我们因信被称为义了。我们用亚伯拉罕70几岁，神就给他应许，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到90几岁，20几年了，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要是你会怎样？你会觉得上帝你在跟我开玩笑啊？所以亚伯拉罕他终于这么想了，他说有了，我家里的那个仆人就是我的子孙啊。上帝跟他讲不，由撒拉所生的，你的太太所生的才是你的子孙。90几岁，经过20几年，你仍然能够相信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信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算他为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单纯他相信。我们每个人嘴巴都很容易可以讲说我相信我信，但是你的信能够骗过神吗？当神说你的信因你的信称为义，那个信就是真的信。你能够真正的信吗？在这个礼拜的小组中间，有几个人讨论到信，什么叫做信？后来我想一想，我都出个3个题目给你们想想，哪一个才是信？第一个是说，我身体有病，想要去看医生。我就开始上网去找，找到最好的医生，然后我自己也预备好了，我认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有信心我会得到医治，这是一个信心。第二个信心是说，我有病要去医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请大家朋友们
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祷告，所以我有信心，我一定会得到医治。这是第二个信心。第三个呢，他说我也是信，我是祷告，然后但是我的祷告里面加上说怎样？我相信神，我相信我的主是美善的神，他所做的一定都会为我好，但是不一定为我好，他是为整全的计划。在神的整个全体的计划中间，神一定是美好的计划。我要是合他的心意，在这整全计划中间的话，我就会得到医治。纵使没有得到医治，我相信神是因为整全的计划，所以他没有让我得到医治，我还是感谢神，因为对整个宇宙来看是好的，所以我相信神有很好的安排。这是第三种信心。你觉得我们在讲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呢？我们通常都会把第一种信心当成是我们的信心，那个不是我对神的信心，那乃是我的期望。我盼望经过我这样的努力之后，我会得到医治。但是不要忘了，信心的对象乃是神，不是我自己。我自己的话是我的期盼，我对我自己的自信。而自信是怎么来？是因为我对神而产生的自信。第二个信心乃是说，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医治。但是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点强求，有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代替神，要神来替我们的决定来盖章一样。让我们基督徒更盼望，就学习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不愿意受这个苦杯，如果可以的话，将这个苦杯移走，但是是照神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旨意。为何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神，他所想的都是为我们好，所以他会来帮助我们。只是我们都为自己想而已，但是神所看的乃是整全的计划。所以我相信对信心，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的清楚，这信心到底是怎样信？不是我相信我会怎么样，而是我相信我所信靠的那个神，他会照着整全的计划实现在我的身上。但你不知道这整全计划怎么办呢？你可以将你的渴望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圣经中不是告诉我们，你没有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了吗？所以你为何要祷告呢？神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但是神不知道你的渴慕是什么，因为神赏赐我们有自由意志，你可以决定某一些事情，我要不要福音传到你的身上，你要不要柔软你的心来接受呢？有的人硬着心，他不愿意接受，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他身上。所以这一部分是人要努力的部分。任何的应许都有人要努力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神留给我们。就像是浪子回头一样，这个父亲明明知道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外面流荡，已经凄惨到要跟猪来抢食了，但他没有派人出去找他，他只是站在门口等着他。当他看到儿子他已经自己决定要回来之后，他远远看到，他就可以跑向前来欢迎着他。要决定要回来，是人要做的决定。所以你要将你的渴望带到神的面前。为何我们要禁食祷告？我连能够维持我生命的东西的食物，我都能够暂时放下，用这段时间我来祷告。所以你可以让神马上感受到怎样你的渴慕，你的渴望，神就受到感动，神就知道的，你的心愿是这样子，神就照他的整全计划来帮助我们。不管是不是和我们想的，我们都献上感恩。我想这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学习到的。像我们今天要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信心是这么重要，但是呢，对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这礼拜要来看的，就是要有巨人的信心。我们祈求神要赏赐我们这个巨人的信心，在接下来2个礼拜，我们各要不同的来学习。那我们来看呢，在信到底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解释这个，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一次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有这样解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都还没有看到，
信心呢，不是看到眼睛看到那不叫信心了，你已经知道的嘛。我也不是靠我们理性来思考，因为我们理性非常的有限，也不是我们来实验看看吧，然后有的话才决定说是要相信。没有，信心乃是依据对神的信靠，而有把握的向未来这样不可知的这种跨越过去。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个神，他的允许，我相信他，所以这就是我的信心。信心是要跨越现实，跨越理性，但信心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你有这个确据在。你的确据是从哪边来的？从上帝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这本圣经已经几千年了，从来没有改变过，白纸黑字。世上有几亿的人都相信这个，也都领受到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有这个对神的信靠，就是信心。它不是盲目，虽然我们讲说跟现实不一定一样，然后也要跨越理性，那到底要怎么样啊？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根据圣经中间给我们的对神的信靠是什么？我们要跨越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今天所看的经节，其实今天经节相当的长，第13章跟第14章，我们回去好好的慢慢的去看。那边记载的，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的迦南地附近的，他的南部的地方，准备要进去迦南地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害怕，不知道那边到底是如何，就希望能够去派人去看。神允许了他们，然后就带领让摩西呢，能够从各支派12支派里面呢，各选一个，而这个人要是领袖进去看，他们回来报告，人家才会相信啊。所以各选了一个人去。摩西还告诉他们，你去的时候要注意看什么事情，看他们的住民是不是强是弱呢？有多少人，是多是少呢？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个情况是好还是不好呢？他们是住在那个帐篷里面呢，是营板里面，还是一个坚固的墙呢？那个耕地呢的土地到底是肥美还是极贫呢？有没有什么树木啊？还是旷野啊？还是农作物有哪些呢？甚至鼓励他们带一些农作物能够回来。后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12个探子呢，他们就从南部的地方循着旷野往北，一直走到利河，再走到哈马口。你要是看地图，你可以发现到远远超过了以色列他们巴勒斯坦的地方，甚至到利比亚那上面比黑门山还上去的地方，他们走了一段，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呢，经过以实各谷的地方呢，他们就捡了一个葡萄，一丛一挂葡萄，这个叫什么？一串啊，一串葡萄。但这一串葡萄，我们现在有季风葡萄，对不对？看起来很大，但是我们一个人一手就可以拿了。它的葡萄要怎样？要2个人扛回来。你可以知道这葡萄有多大吗？我是不知道，但是呢，牧师有一顶帽子是到以色列的时候买回来的，可惜搬回家不知道摆在哪里。它前面的这张是2个人抬着一个葡萄，一串葡萄，而那葡萄就跟人一样大，大概是他们把它扩大。但是呢，告诉我们说，那边的果实是非常的丰富的，也代表了神所赏赐的地方呢是非常好。经过40天之后，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来之后呢，开始要报告了。我们看到他们的有2种不同的情形出现了。第一个情形，这10个在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奶跟蜜如何能够合在一起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流奶是什么意思？表示他们畜牧业非常的发达，有羊奶，有牛奶。有蜜的话是怎样？是农业非常的发达，所以有蜂蜜啊，有很多这些，有花朵这些等等。原来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的地方，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农作物在。那也有一个地方是农作物很不多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养这畜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这2个本来就没有办法并在一起。原来你要是有看过报道的话，你假如以耶路撒冷为终点画一个十字架的话，在第2象限的地方，就是西北角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农作物非常丰富的，因为那边左边再来就是地中海，
有地中海的海风能够上来，再加上有加利利湖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农作物非常的好，非常的丰收在。但是它在另外一个角呢，在这东南角的地方呢，刚好就是死海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非常的干燥，那个地方呢只能用畜牧业来养而已。所以这个小小的地方呢，是一个流难隐秘的地方。他们上去看，果然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报道，在那边的人是怎样，非常的强壮。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呢，也非常的坚固宽大。所以他们做个结论怎样？我们不能上去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哇！他们像巨人一样，我们像蚱蜢一样。现在这个都市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蚱蜢啊？不过大概相片里面也常常可以看到蚱蜢是非常脆弱的一个，跟人比起来当然是没有办法相比。这10个探子呢所回来的报告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10个探子呢，他们只有蚱蜢的信心，非常渺小的信心。圣经里面还报道，在13章32节说这样，他们报道的是没有信心的恶信，不只是没有信心，还带来完全相反的，所以影响了百姓呢对神的依靠。原来神要赏赐给他们，但是他们报告说我们不能去。这10个人回来报告之后，百姓们听到怎样？我们看百姓的反应呢？听了探子的这个恶信之后，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在第14章的第1节里面就这样讲。当天晚上，百姓们就开始哭了，哭了还不止，他们就开始抱怨，向摩西跟亚伦来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我们回去埃及岂不好吗？没有想过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中间没有水，没有东西可以吃，怎样子的度过？他们所依靠的是这样有权柄的神，但是他竟然这是完全全盘的否认。不只是这样，他们否认了神所赏赐给他们的领袖。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14章的第4节所讲的，我们所看到的这是10个探子所讲是一个蚱蜢的信心。另外还有2个，总共有12个吧，还有另外2个怎样？这2个他们所显示是巨人的信心。那里面有耶稣亚跟迦勒，他们就撕裂了衣服，挑到百姓的中间，跟他们讲怎样？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还有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他们。这是很激励人的话，但是当百姓们听到这么激励人的话是怎样？要用石头打死他们2人。你可以稍微眼睛闭起来想想那时候的情境是怎样的。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的群众里面。当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看这个是吧？哇，那边是巨人，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不要去啊！为什么会带到我们这呢？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哪边就好了？当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不，神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就去，不要怕他们。”竟然说我们杀死他们，石头打死他们吧，好像他们在骗我们一样。到底他们所相信的是谁呢？我们看到迦勒跟耶稣亚为何能够这样呢？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们的信心是巨人的信心。要如何拥有像迦勒跟耶稣亚的信心呢？应该有几个特质在。第一个特质呢，是记载在第14章的24节里面讲说，他们另有一心志，也就是他不跟从一般人的想法，他们有从神领受到，所以他们有这个足够的信心，有他们的心志在。第二个呢，他们专一来跟从主。24节这样说，14章24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地方，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是谁讲的？耶和华神讲的。因为迦勒跟耶稣亚另有一个心志，
他不跟从一般的人，而且他专一的跟从神，他不是跟从人，是跟从的神。他也不跟从的我的环境的变化是如何，我的理性分析是什么，因为我非常的清楚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第三呢，他们对神非常的忠心的信靠，因为在第14章的第9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不可背叛耶和华。他非常的忠心来信靠了神，然后他的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因为也讲到神赏赐我们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呀，还有他们有属灵的洞察力，因为在说服其他人讲说怎样，不要怕他们，因为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了，不要怕，而我们的神呢也还跟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他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看出来。他们对神的信心呢，产生了勇气，宣告不要怕。他向那些群众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有神啊。而这个信心就产生了自信，宣告就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在13章的30节，大家开始要讲那个地方是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但是他们就宣告了。当我们看到同一件事情，有2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个是10个人所看的是炸门的信息，我们不要去的，虽然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应许。另外2个人没有，他说这是神的祝福，一定会得胜的。10比2，哪一个比较胜？以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的话，以色列人都永远都在旷野里面，因为投票下去他一定是输。那2个耶稣亚跟迦勒，所以民主制度在我们这里是，我们不是要否认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当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看见的时候，都有同样的领受，都有同样的成熟的思考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才会比较合乎神的心意。但更盼望是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牧师常常要讨论的时候，就请大家要祷告，回去祷告，然后祈求神在你心中的感动是什么。不要照自己的旨意。当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里面有同样的领受，有神的领受之后，我们才来做这个决定。因为要是像这12个探子去的话，回来投票一定是这样，10个胜，2个败。但是神中意的乃是那2个人，所以重点不是在人数的多寡，重点是你知道神的心意吗？当每个人都是很成熟，都有同样的水准的话，我相信那种民主制度才是真的民主制度，不然反而是一种霸凌存在的。所以我们看呢，神对这样子的时候，他会不会生气？当然非常的生气啊！所以我们接着看到失落信心的悲剧，记载在民数记14章的11节到38节。原来神要马上降灾在这些百姓身上，因为他们这样子不相信神，已经不是第1次了，已经是第10次、第10几次了。但是摩西代求，摩西说：“你现在将他们杀死。”已经很多人知道你带领他们出埃及了，你杀死他们，他们一定想说神没有办法带领他们进迦南地，所以将他们杀死。摩西这样子向神来祈求，神就允许了他，没有将他们杀死。但是咒诅的那一些20岁以上，那些哭泣要另立一个领袖，要用石头打死摩西跟亚伦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进应许之地，只有他们的子孙才能够进。而那些子孙是原来他们说，我们这样去的话，会被我们的孩子都会被人掳掠去的。神告诉他，你的孩子反而会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去，然后还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去那地看了40天，1天用1年来顶，所以百姓们要怎样当这个罪孽40年。在旷野流浪了40年，出埃及走到迦南之地，这距离不长开车只要7、8小时就到了。但是他们竟然走了40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只好在旷野里面流浪了40年，等到那时候20岁以上的人都死掉了，神才要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去。
那一些报恶信那10个人，当场就遭到瘟疫，死在神跟会众的面前，记载在14章的第37节。耶稣雅跟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的跟从子，所以他们就能够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这是我们看到整件事情的结果。我们来想想看，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有巨人的信心？其实是蛮多的。大卫打倒了歌利亚，两军作战，以色列人军只在那边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去。那个歌利亚嚣张，指责上帝的这个军队，没有人敢上去。大卫还不是军人，他依靠耶和华神，他就去了。巨人的信心。以利亚一个人要去面对850个其他的先知，一个人去面对他，他战胜了，因为神给他依靠。新约里面有没有？有。司提反，很多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他们都有巨人的信心，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学习无畏的信心怎么办？我们要学习有这巨人的信心。我们要先去除我们不信的这个恶心，我们要去除那个蚱蜢的心，因为蚱蜢心他只看环境，然后只相信理性的分析，他反而是藐视了神的允许，轻看了神的美善。他觉得神不能掌握世界，我还是我自己靠自己吧，自己来掌握吧。巨人的信心呢，他并不忽略环境，也不轻看理性的分析，但他更重视神信实的应许，能够更来依靠神。我们求主赏赐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巨人的信心的特质。这特质刚刚有一一讲过来。我们有另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主。我们对神有忠心的信靠。我们要确信神的应许。我们有属灵洞察力，我们有勇气，而且有因为神的来的应许的这个自信在。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宣告说：神要帮助我除去蚱蜢的信心，赐给我巨人的信心。你有这样子的渴望吗？有的话，请我们举起人右手，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来，神要帮助我除去蚱蜢的信心，赐给我巨人的信心。阿们。愿神赏赐我们大家都有巨人的信心。这礼拜有小组的训练，我们有题目，我们自己可以去思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因信来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行，而是因为主你爱我们，你就留一条后路给我们，当我们单单信靠你就可以。但是我们的信心常常不足，我们就像那10个探子，常常有蚱蜢的信心，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思考，用我们理性的分析，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却忘了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盼望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巨人的信心，而不是有蚱蜢的信心。在我们学习要有无畏的信心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祝福在我们身上，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心一起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马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